当年的比较快发芽，当年的比较快。深落爱涂落下底都定定的，才会喘气啦。紧来创有路啦。松土不过落松，啊种子甲有怎用种头仔甲点的，试的点的，点者甲点的，点者甲点的，安尼尔。松土最主要，涂松伊就有法度通啊，紧有法度通啊发展数据。啊，你种你学遐深才有效啦。你学遐深的，底土都定的，伊就无法度通啊春秋啊。若迄个幼苗发出来了，迄个土甲吞的安尼。啊，有法袂？啊，你去拄着迄还袂，拄着迄个无出去。你种迄一包半，拢无法咯，一包半的呢。啊，迄只土拢焦壳壳，拢较袂出去。咱无。啊，迄土伤焦，无法度出去。莫讲迄啦，甲迄无关系啦。你种的时，迄落只要你种的时，只要你若少迄风发着，啊，迄个爱压好重，迄个空爱压好重，伊就会发啊。啊，你种你照我种皇帝豆迄个方法落去甲种，绝对拢会。你若看我种遐四季豆嘛是安尼，嘛是安尼种，嘛咧用豆，迄种豆仔籽种，啊无人咧太发。照我方法安尼啊，叫伊看伊都毋看。种拢爱松土的。松土了，你要挖空嘛，挖浅浅啊。你挖空挖起来了后，啊栽肥料内底搁砍土了，用水甲压好淡了，压好淡了，水甲带落，啊顶悬甲砍一层薄薄的土，安尼就出去。你就毋是。是安怎挖一空，毋免像你遐深啦，挖一空了，甲肥甲下落啊顶悬甲砍土就是要互伊的根吼，迄个籽吼，甲迄个肥料隔开，较袂去互烧害。你敢知影意思？嗯。下底甲买一包啊，迄个肥料落，挖了下底买一包，买迄个肥料落，做伙乌乌的，啊来